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河，欢迎各来到白斋观察。这是一个对台中发生的金融训练节目。中心希望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昨暝黄金真正起破天花板，一开市金价冲关到每瓦$4000。美国政府关门，消费信心落到3年半来上低，市场拢惊经济会出代志，美元落，金价起。联准会 Fed 12月降利息的几率还高超过60%，高派官员讲话冷冷，连美兰都讲降2码果是适合。结果金价一直起，一路冲破心理关口4000亿。各国中央银行搁继续扫货买黄金，波兰一口气添16公吨，中国搁是慢慢加，1公吨1公吨贴。捷克、乌兹别克嘛拢有进货。世界金协估讲，今年央行买金量可能直直冲到900公吨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